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4天。前线战斗依然激烈尤其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根据这个双方的报道尤其乌克兰方面的报道这个乌军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取得了一定的这个优势。俄罗斯军事博主叫阿纳托利拉多夫证实，他说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状况正在恶化，乌军已经反击了数周，据报道包围了一个俄军集团，可能还有第二个被包围的俄军集团。俄罗斯人在这附近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库尔斯克前线，乌军袭击了库尔斯克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的补给基地、弹药库以及一个武器存放点，俄军损失有待确认。在苏梅州前线昨天乌军在安德烈卡和尤纳基夫卡附近发起更大的攻势使用无人机扰乱萨德基和奥列克谢夫卡附近的俄军补给线。顿涅茨克前线乌军无人机袭击顿涅茨克州驻扎在叫博赫达尼夫卡的俄军第17坦克团弹药库，据说这个爆炸声持续了一整天。这个乌克兰总参谋部近2天确认就是他们每次打击完之后如果无人机拍到了视频，那就是战果如果无人机没有拍到，那么他们事后还要确认。这个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确认他说乌军摧毁俄军2处主要的后勤枢纽，一个是8月29日对卢甘斯克州被占领的叫博格丹尼夫卡附近的无人机仓库实施打击，据说一共有 1.9 万架无人机及其相关的设备在仓库里被化为乌有9月18号，乌军又袭击俄军第70摩托化步兵师的弹药库，摧毁坦克炮弹、地雷、手榴弹以及军用车辆一批，并且这个乌克兰的特种作战部队在9月5号成功摧毁俄罗斯的加卢加地区的一套 S-400凯旋防空系统，包括雷达和导弹发射器。多名乌克兰军事消息人士证实，这次行动可能为对俄罗斯发起导弹打击清理防空障碍。此次打击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在敌后作战能力持续增强，也对俄方防空部署形成直接威胁。这个 S-400凯旋防空系统它正好是在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莫斯科的这条路线上是必经之地。乌军的特种部队专门去把这一套凯旋系统给它摧毁。据说是特种部队这个他们渗透到了这儿，侦察单位也就率先定位该防空系统后，然后就一批乌克兰的无人机过来了，这个无人机直扑 S-400这个凯旋防空系统，它的发射装置和雷达全部被摧毁，俄军损失惨重。乌克兰的第95独立空降突击旅伞兵最近也是击落一架俄军的前哨无人机，该无人机价值约700万美元，最高飞行高度达7公里，续航里程250公里，被摧毁时正携带2枚 KAB-20 制导炸弹。这个前哨无人机这个价格不菲一架就要700万美元。有很多这个乌克兰人亲眼目睹乌克兰空军一架 F-16战机在乌领空使用机载航炮成功击落一架俄军的沙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拍视频的那个显然那附近掌声响起来就大家都在围观呢。这个 F-16也只能用机载那个航炮或者是机枪扫射这些沙赫德无人机，因为发射导弹太贵了，如果打那个前哨无人机还值，你打这个沙赫德一架好像只有几千美元，不到1万美元，所以只能拿这个飞机上的航炮来打。一名俄罗斯士兵拍摄了比尔格莱德一俄军指挥所遭遇袭击后的场景，视频显示其指挥所连带弹药库遭袭的现场，摧毁程度显得相当惨重。乌克兰情报部门截获的通话记录显示，比尔格莱德当地居民讨论副州长格拉德科夫因腐败被捕一事，他贪得太多了，被带到了库尔斯克。通话中还抱怨该地区无人机频繁光临，而莫斯科方面却毫无反应，根本没人采取行动。也就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防空系统这形同虚设。在这个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州方向叫杜杰诺地区的一个变电站昨夜遭遇袭击，突发大火被彻底烧毁，导致大规模停电。苏梅州前线昨天乌军在安德烈卡和尤纳基夫卡附近发起猛烈攻势使用无人机扰乱萨德基和奥列克谢夫卡附近的俄军补给线。在这个俄罗斯的叫斯摩棱斯克州方
况下，乌克兰无人机还摧毁该区域一座大型的俄军弹药库，引发巨大爆炸，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一条通往斯摩棱斯克飞机制造厂的铁路轨道遭乌克兰破坏，一家生产 X-59导弹的大型工厂遭到摧毁。根据这个乌克兰情报局的说法啊，乌克兰的特工啊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2架叫别12两栖反潜机，这个就是昨天咱们说的乌军这个摧毁了这个克里米亚俄军3架这直升机，还有这个一个防空雷达站呢今天这个乌克兰方面进一步确认说9月21号在被俄暂时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乌情报总局特工摧毁2架别12海鸥两栖反潜机以及1架俄米8直升机。这个悲催的黑海舰队一共拥有3架海鸥两栖反潜机，这一天就被乌克兰干掉了2架，这还剩下1架呀，可以说这个叫孤掌难鸣啊。这种飞机打掉了，这个俄罗斯就不好再生产了，没有办法再补货。这个叫海鸥两栖反潜这个飞机它1960年苏联时期研制的，既可以从陆地起飞，也可以从水中起飞。尽管年代久远，但海鸥反潜直升机仍然是俄罗斯海军航空兵种的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黑海地区。由于数量有限且维护要求复杂，该飞机被认为是稀有且运行成本高昂，其反潜系统至今仍然很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在克里米亚摧毁2架这样的飞机，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实际意义。俄罗斯失去了无法迅速更换的独特的军事设备，还有1架乌军什么时候把它摧毁完事了。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被占领克里米亚南部海岸一个疗养院附近遭到乌军强烈攻击。乌军对克里米亚被占领区的俄罗斯疗养院叫 FSB 度假屋这个据传普京曾在此度假，这个乌军实施精准打击。当地居民称当时有俄罗斯高级官员正在该度假村内举行会议。此次袭击，当地政府确认有人员伤亡。战地记者称，袭击目标是所谓的联邦安全局别墅，但是俄罗斯的这个认为这是恐怖袭击根据传言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暴跳如雷是据称赫尔松的大号乌监叫萨尔多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赫尔松州的州长伪州长，可能就当时正在这个别墅中开会。消息人士称袭击发生时萨尔多就在现场，自周日以来一直没有联系上他。占领当局的代表正在努力确定他的下落。这个赫尔松州的这个州长这个伪州长也是命运多舛呀。我记得当初他那个副州长就是阻止苏洛维金撤退，那个副州长号称要与赫尔松共存亡，结果这个副州长他的座驾就被枪打成了个筛子，那个副州长莫名其妙的就这么死了。我认为他是阻挡了苏洛维金撤退，所以被灭口。结果这个赫尔松的州长呢萨尔多，对吧，立马脚底抹油跑了，比谁跑得都快先走一步就过了第聂伯河。如果这次真的死了那他比他的那个副州长晚死了3年，又苟活了3年这叫罪有应得。这个最近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一直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对吧？早在2个月前呢，就传出俄军已经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而且已经插旗了，很多黄俄媒体都报道。但是到现在为止，双方还在打仗，乌军也在反攻，但是似乎俄军还在波克罗夫斯克，所以双方在那儿交织给人感觉波克罗夫斯克之战近期是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而且双方越打越激烈。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武装部实际上都已亮出了他们的底牌，这表明波克罗夫斯克的命运将在未来几周内决定。也就是俄军向这个方向，对吧，调集了11万精锐部队乌军似乎也投入了不少这个预备队。过去几周，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波克罗夫斯克，俄罗斯指挥官和乌克兰总参谋部一直在玩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俄罗斯武装部队采用千刀万剐的战术，一直在撕裂城市北部乌克兰人的防御。作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投入了大量预备队参战。这一情况使得俄罗斯部队得以推进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威胁要摧毁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乌军的后勤补给线。俄军需要切断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的后勤补给，同时暴露乌军的
反攻能力。鉴于乌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入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圈套，俄罗斯部队现在进入了实施阶段。这个俄罗斯的记者说啊，他说如果俄罗斯部队能够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击退大量武装力量的多次反攻，那么进一步推进问题就可以视为已经解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未来将面临结果难以预测的阵地战，也就是俄军恐怕将彻底失败。也就是这2周啊，如果不能顶住乌军的反扑啊，本质上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结束。现在双方都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谁的顿巴斯作战策略更加合理。俄罗斯人呢想多了啊，因为啊，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这个路透社啊，他说在北约碾压式的科技实力面前，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个透明国。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啊，北约对俄罗斯前线俄军的全方位监控是相当精准的，对俄兵力的判断误差不超过2000人。什么意思啊？就是北约有一支部队啊，它主要是这个通过卫星啊，就是3位一体啊，卫星、高空的啊，还有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个全球鹰等等，实时监控俄乌前线。这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有那么几百个人呢，就天天盯着屏幕，这是北约的这个情报部门。然后这个俄乌1000多公里长的这个战线啊，他们对俄军啊是了如指掌，俄军每一个调动他们都能看见。这个1400公里长的战线啊，整个的俄军的误差不超过2000人，那就相当于俄军在北约面前那就完全是赤身裸体，被人家看得对吧一清二楚。北约情报系统披露的，目前部署在布良斯克、别尔格莱德、库尔斯克北方集群有73500人，西部集群是71500人，中央集群是87000人，南部集群114000人，东部集群是5200人，第聂伯罗集群是13万人，克里米亚13500多人，总计是54万。这在前线的部队啊，顶在乌军面前的。报道讲，北约平时就有几百名信息化作战士兵，全天候24小时盯着这个高清的卫星图，俄军任何可疑的移动都会被自动标记，然后快速做出分析，转交给乌克兰。所以说，这3年多来，俄罗斯没有成功的进行过哪怕一次突然的军事进攻。俄罗斯大规模的进攻，乌克兰全都可以及时掌握。北约看俄罗斯就像是透明的一样，非常清楚。所以说，这3年半以来啊，只有乌军对俄军的突袭，没有俄军对乌军的突袭。俄军最后没有办法啊，只好搞那个2-3个人一个小队，乌克兰阵地渗透，向乌克兰后方渗透。这些部队啊，渗透到乌克兰后方之后啊，他们就潜伏下来，然后等到渗透多了，他们再联系，再到一起会合。这战打成这样，要不就是爬管道，就像那个苏贾市啊，俄军通过那个天然气管道啊爬过去。这个据说啊，在这个扎波罗热前线嘛，好像又准备爬那管道，结果人家乌军早有防备，哪有那么多管道让他爬呢？这不就是实际上管道就是地道战，但是俄军也不能挖地道，他只能利用那些天然气管道或者石油管道。但这个乌军是吃一堑长一智啊，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俄军在前线很难把乌军打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部队调动，人家都知道一清二楚。我们再看这个媒体报道啊，说乌克兰威胁下的俄罗斯炼油厂，全球能源市场面临冲击，俄罗斯多座关键炼油厂正面临严重威胁，若遭到持续打击，可能对国内燃料供应和出入口收入造成重大影响。数据显示啊，目前已有炼油厂总产能达到132万桶每天遭到攻击，也就是这么大的产能啊，是在乌军的攻击之中。若所有受影响炼油厂完全停产，俄罗斯每日潜在产量将损失290万桶。这些炼油设施不仅对俄罗斯国内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也是其石油出口重要收入来源。分析人士指出啊，这些设施可能在乌克兰无人机或导弹攻击范围内，使其成为高风险战略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如今已成为冲突前线，而不仅仅是军事基地。全球市场或将因此受到冲击，燃油供应可能会出现短缺，国际油价预计大幅上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及亚洲的能源安全紧张局势。那影响最大的还是俄罗斯自身呢。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啊，这个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啊，欧盟应尽快启动 B 计划，以绕过匈牙利对乌克兰入盟谈判的否决。他强调乌克兰已满足入盟标准，警告不应让乌克兰成为布达佩斯的人质，并确认金秋可能启动非正式谈判，以维持欧盟
扩员的势头。这个匈牙利啊，确实是个搅屎棍呢。我感觉这个欧盟啊，好像就是在给自己没事啊加大难度，感觉欧盟觉得很多事情没有挑战，所以把匈牙利放里面就是增加困难、增加障碍。没有对手啊，给自己造个对手；没有困难啊，自己制造困难也要上。这个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啊，丹麦将首次采购远程精确导弹。这个远程是多远呢？丹麦首相说了啊，是要能够打击莫斯科目标的导弹。这人家就直说了啊，导弹是对准莫斯科的。他称丹麦的重新武装战略是一次典范转移。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烈·苏兹达利采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啊，他说华盛顿肯定知道阿塞拜疆通过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但不太可能监管这一进程。尽管此类输送令人不悦，但本身不会影响乌克兰冲突的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俄罗斯人呢他说阿塞拜疆啊正在通过北约某些国家绕道啊把武器啊就卖给了乌克兰。然后他说啊，美国人知道这些，美国人也不管。然后最后他又说，虽然这个阿塞拜疆把武器卖给乌克兰让人不悦，但是这个改变不了乌克兰冲突的进程啊。这是俄罗斯人一贯的说辞啊，不要说阿塞拜疆了，就是美国给乌克兰卖武器，那也改变不了乌克兰冲突的进程，只会加剧乌克兰的痛苦。所以这个俄罗斯人这个报道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家阿塞拜疆啊，虽然嘴上说不卖武器给乌克兰，但是人家通过北约国家二传手把武器还是送完了乌克兰。这个说阿塞拜疆正在筹建一条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秘密管道。这个阿塞拜疆武器制造商在北约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正通过战火纷飞的苏丹秘密向乌克兰转运武器。这里面又涉及到苏丹，又涉及到土耳其还有德国他们都就接力把阿塞拜疆的武器从苏丹运到乌克兰。阿塞拜疆已经向乌克兰运送武器。2023年3架阿塞拜疆米格29战斗机在利沃夫伪装成乌克兰军队。阿利耶夫总统呼吁乌克兰采取卡拉巴赫式的军事策略。这个阿利耶夫本人呢还佩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徽章，暗示解除武器禁运并部署土耳其基地。阿塞拜疆大使更亲自向乌克兰能源部门移交阿利耶夫总统专项拨款200万美元。这也是巴库就是阿塞拜疆对乌克兰第2笔能源援助。说来说去就是阿塞拜疆那一心一意的现在是在援助乌克兰，只不过还给俄罗斯留点面，不直接援助。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欧盟已与美国就针对的第19轮制裁措施达成协议，也就是特朗普还得配合欧盟的制裁，就是特朗普那个2级制裁就靠边站了没人提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欧盟对俄第19轮制裁将对俄罗斯造成严重打击。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欧盟的第19轮制裁方案能够迫使俄罗斯感受到其行动的后果，并作为推动其走向和平的决定性措施之一。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可以通过我们拥有足够的军队实力、远程打击能力以及所有伙伴国对俄罗斯强有力的制裁和压力来实现。也就是泽连斯基看好第19轮制裁我们再看英国的情报局长说普京将不得不失去权力或达成明智协议。在乌克兰和西方的压力下，普京的统治必将结束。普京本人决定这场结束将会如何。这个英国情报局局长理查德·穆尔在伊斯坦布尔的演讲中表示他说总体情况依然是普京为了个人财富和扭曲的历史版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因此俄罗斯的经济和人口结构以及其投射帝国权力的手段正处于长期衰退中，而普京的战争加速了这一衰退。他不投资基础设施、学校和医院，而是投资导弹、弹药和太平间还有墓地。这个情报局局长说这个也不能说英国人在这唱衰造谣抹黑。这个俄罗斯确实是问题重重你比如说9月22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出于飞行安全考虑，俄罗斯请求联合国放松对该国的航空设备、零部件和航班的制裁。据悉俄
俄方已向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提出上诉，称对俄罗斯的领空和航空设备限制是非法的。国际民航组织有义务采取一切切实措施，防止各国在国际民航领域采取带有政治偏见、歧视性和强制性的措施。俄方还批评对俄国关闭37个国家的领空，禁止来自俄罗斯的航班，暂停俄罗斯航空公司运营的飞机适航证，以及禁止对俄罗斯拥有飞机的维修保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十几天前9月5号，俄罗斯的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生产所有飞机部件的国家，也就是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飞机的全产业链国家，什么零件都能。结果十几天之后超级大国俄罗斯呼吁联合国解除对俄罗斯航空的制裁。我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个战打下去的话，俄罗斯人呢恐怕没有飞机可以坐，从这个莫斯科，从圣彼得堡到海参崴恐怕很麻烦，因为俄罗斯的飞机得不到保养，得不到维修，出国是够呛的。国外本来就有很多国家是禁止俄罗斯的飞机飞入，那剩下的一些国家恐怕为了机场安全那恐怕也拒绝俄罗斯的航班降落，谁知道它会出什么事那俄罗斯的飞机只能在国内飞。那最近俄罗斯的航班是不是经常出事都是年久失修没有得到很好保养导致的。而这只是俄罗斯衰退对吧一个症状。这个欧盟的外长卡拉斯直接说他说西方的目标应该是将俄罗斯分裂成更小的国家，也就是咱们所说的20个俄罗斯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失败并非是坏事，因为这的确会让俄罗斯社会发生变化。俄罗斯现在是由很多民族国家组成，如果一个大国解体为更多的小国，这并非是坏事。卡拉斯是这个作为欧盟安全和外交事务代表，他这个重要性仅次于冯德莱恩，所以他说这个话很有可能至少部分代表这个欧盟的高层或者俄罗斯或者欧洲这些主要国家一些想法对吧，就趁这个机会一劳永逸的解决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个恐怕也是欧洲坚决反对土地换和平对吧，这个德国就第一个反对。所以冯德莱恩、卡拉斯或者是对吧莫尔茨、马克龙、斯塔默这些人呢，他们恐怕都已经达成一致，就达成共识什么共识就是如果俄罗斯输了这场战争，也就是乌克兰打赢了这场战争，俄罗斯就有了解体的可能性。所以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支持乌克兰打下去。而乌克兰人呢，那当然也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安全问题。你让谁来保护你？什么北约第5条款，什么搞什么志愿者联盟，在乌克兰都没用对吧，都没有办法彻底的阻止战火。要想一劳永逸解决，那就是趁这个机会对吧，再坚持一把，把俄罗斯打崩溃实际上不是把俄罗斯打败，而是把俄罗斯拖败。因为欧美美西方温水煮青蛙的制裁措施，以及对吧乌克兰自身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钱袋子持续不断的打击，终究会让普京的军费收入能力压降到崩溃的临界点。而国际油价下跌，以及美国向对吧印度还有那个印度施压对吧，不想让他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俄罗斯要想卖石油的话，那就必须加大折扣，否则这两个印度凭什么冒着压力非要从你那儿买对吧，这都是做生意所以这个再加上乌克兰对俄罗斯对吧炼油厂、油库、采油设施、油管输送的管道进行持续打击，克里姆林宫的油气收入降至2年来的最低点。这个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月度报告中估计说，与7月份相比，俄罗斯8月份油气出口收入环比下降 6.4%， 处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1到8月累计油气收入725亿美元，同比下降20%。国际能源署在报告中说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仍接近5年的最低点，减少了税收收入，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放缓。所以如果再加上国际油价的下跌对吧，这个欧盟以及7国集团对俄罗斯的油价进行限价对吧，47美元，也就是俄罗斯卖油卖的越多亏的越多，那么这个终究会导致俄罗斯财政崩溃。另外这个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叫贡恰尔，他说呼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是直接煽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他指出，这类言论只会加剧北约东部边境的紧张局势。一些激进人士甚至提出，不仅要在边境空中和地面进行监控，还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并让北约部队击落飞越乌克兰领土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个贡恰尔强调他希望布鲁塞尔方面仍能保持理性，避免当前本已高度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实际上这
这个谁紧张？俄罗斯紧张。北约有什么好紧张的？根据这3年半来的规律啊，当这个美西方天天在那唱，对吧？要那样的时候，你比如说要给乌克兰提供这个远程武器，说着远程武器就到了乌克兰，对吧？后来又放风说啊，允许美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说着说着还就打击了。每一次俄罗斯啊都画红线，对吧？普京啊亲自跳出来，只要给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那就视同北约参战。后来又说啊，只要允许乌克兰用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就视同北约参战。这北约都参战好几回了，俄罗斯能怎么着呢？所以根据以往的规律啊，这个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啊，要不了多长时间一定会实行。这个北约啊，还有欧洲人呢，无非就是先放风啊，对吧？让普京啊做好心理准备，这就是做心理建设。我记得咱们以前一直聊这个话题啊，也就是美西方啊还考虑到普京年纪大了，普京这个人容易暴怒啊，万一正在盘着核按钮，手一哆嗦摁下去了，这也保不齐啊。所以说提前给他做心理准备，对吧？就做这种心理建设。天天念叨普京他听熟了，对吧？他就无所谓了。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啊，这个北约啊，这个欧洲人呢，天天念叨啊，就预示着禁飞区啊很快就要到来。那这回是北约是正式的，对吧？部分参战，他帮乌克兰这个进行防空，为乌克兰，对吧？支撑一片安全的天空。最后啊，这个现在啊，媒体上在传言呢，说巴沙尔·阿萨德在俄罗斯中毒了，说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要求俄罗斯澄清该消息。我在想啊，这个巴沙尔中毒啊，这个是预料之中的啊，无非就是时间不好确定，是啊，今天中毒，还是过1个月再中毒，还是过1年再中毒，这个不太好说。但是最终中毒而亡那是一定的。这个当初巴沙尔去俄罗斯，咱就说了，为什么普京收留巴沙尔呢？因为巴沙尔是他一张牌。如果俄罗斯跟叙利亚的新政府达成一致，那巴沙尔就要中毒；如果俄罗斯跟叙利亚的这个新政府啊，朱拉尼啊谈不拢，那么这个巴沙尔身体就很健康。俄罗斯啊还要把巴沙尔送回去啊，给那个朱拉尼整点活。所以说这个巴沙尔的身体状况全看俄罗斯他在叙利亚的利益。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